親愛嘅天父，我哋以詩篇第116篇嘅經文嚟到你嘅面前默想祈禱，求聖靈開啟我哋心靈裏邊嘅眼睛，使我哋能夠明白並且能夠遵行當中嘅道理。詩篇第116篇係並冇列明標題同埋作者嘅，呢篇係6首嘅出埃及嘅哈利詩，即係讚美詩當中嘅第4首，係喺完成咗逾越節晚餐之後唱嘅第2首詩歌。詩歌係表達出作詩嘅人一個死裏逃生嘅經歷。詩篇116篇3節，死亡的繩索勒住我，陰間的痛苦抓住我遭遇患難受苦。116篇4節，那時我求告耶和華的名，耶和華啊，求你救我。詩人係藉着呢個經歷係反映出全以色列民去埃及地，亦都係經歷咗一次嘅死裏逃生嘅經歷，直至殺長子之災嘅出現，就係逾越節呢件事件係發生咗果效。詩篇116篇8節，主啊，你救我的命脫離死亡，使我的眼不再流淚，使我的腳不致跌倒。116篇9節，我行在耶和華面前，走在活人之地，以色列民因此就被解救咗。詩篇116篇16節，耶和華啊，我是你的僕人，我是你的僕人，是你侍女的兒子，你已經解開我，係指到全以色列民的捆鎖，佢哋自此係脫離咗被埃及人奴役嘅捆綁，被解救咗出嚟。116篇17節，我要以感謝為祭獻給你，又要求告耶和華的名。喺西乃山，神向以色列人頒布咗律法同埋與佢哋立約，建立咗守節同埋獻祭嘅制度。我要以感謝為祭獻給你，亦都包括咗逾越節嘅獻祭呢個禮儀。我哋知道整個逾越節晚餐呢個禮儀裏邊係會飲4杯葡萄酒嘅，分別係成聖之杯、審判之杯、救贖之杯同埋讚美之杯。呢個飲酒嘅習俗係基於出埃及記6章6至7節裏邊所講耶和華所說嘅4個我要嘅經文，每一杯嘅名字都係與其中嘅經文相關嘅。按着順序，第一杯係成聖之杯，又或者話分別為聖之杯，係源於我要救你們脫離埃及人的重擔。第二杯係審判之杯或者釋放之杯，係源於我要救你們脫離他們的捆綁。第三杯係救贖之杯或者救恩之杯，係源於我要伸出膀臂救贖你們。第四杯係讚美之杯，係源於我要以你們為我的百姓。基於呢個背景，詩篇116篇13節，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係指向逾越節晚餐當中嘅第3杯酒，救贖之杯或者救恩的杯。至於點解係只係提出呢一杯酒，我哋喺下面會繼續去思考嘅。總的嚟講，以色列人喺逾越節晚餐當中唱出呢首嘅詩歌，的確係好能夠反映到當年嘅以色列人佢哋從死裏逃生嘅經歷同埋感受。特別係救恩之杯係好實質咁經歷到神呢一次對以色列人嘅拯救嘅大能，並且因此佢哋喺詩篇嘅最後以感謝同埋讚美嘅心唱出哈利路亞去結束詩篇。讓我哋翻到嚟主耶穌基督最後一次逾越節晚餐嘅情景，反思佢進行咗逾越節嘅晚餐，佢同門徒去唱出呢首詩篇嘅深層意義。保羅係被聖靈感動，將逾越節嘅晚餐係記錄咗喺哥林多前書11章嗰度，11章23至26節。我當日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的，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11章24節，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呢個係喺逾越節晚餐嘅過程當中所吃嘅無酵餅。哥林多前書11章25節，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吃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11章26節，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呢度係話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呢度所講嘅杯係指到邊一杯呢？就係喺逾越節晚餐當中嘅第3杯，就係救恩之杯。我哋要留意到呢度主耶穌基督所用嘅詞語，佢並唔係話吃這餅喝這酒，亦都唔係話吃這盤喝這杯，佢係話吃這餅喝這杯。主耶穌基督去使用呢兩個名詞係唔對稱嘅，佢係刻意要凸顯咗杯呢個用字。原來喺聖經當中，杯就係可以指向從神而得嘅份，就係神所分俾我哋嘅嗰一份。如果係得到神嘅賜福，就係福杯。詩篇23篇5節，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如果係因為得罪神而承受憤怒同埋受苦嘅結果，就係苦杯。俄巴底亞書1章16節，你們在我聖山怎樣喝了苦杯，萬國必照樣不停地喝，且喝且吞，他們就必歸於無有。亦都可以稱為憤怒之杯。啟示錄14章10節，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斟在神憤怒的杯中，純一不雜。他要在聖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與硫磺之中受痛苦。主耶穌基督喺設立聖餐嘅時候係刻意提起杯呢一個字，一方面係要突顯呢個詩篇116篇13節呢個逾越節晚餐當中嘅第三杯就係救恩之杯。哥林多前書11章25節，飯後他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就係指到佢所設立嘅救恩嘅功效，即將要透過佢喺十字架上邊所流出嘅血而得以成就。另一方面，主耶穌基督亦都係要帶出佢即將要為承擔起世人所有嘅罪而要嘗嘅苦杯。馬可福音10章38節，耶穌對他們就係門徒說，你們不知道所求的是什麼，我所喝的杯你們能喝嗎？我所受的洗你們能受嗎？呢個苦杯係包括咗詩篇116篇3節所講嘅，死亡的繩索勒住我，陰間的痛苦抓住我遭遇患難受苦，同埋116篇10節，我受了極大的困苦。116篇11節，我曾經黃地說，人都是說謊的。主耶穌深知道喺佢眼前嘅呢啲嘅門徒，所有嘅人都會離佢自己而去，甚至有加略人猶大，佢係要親自嘅將主耶穌自己出賣。呢個亦都係令主耶穌基督喺唱呢首詩歌嘅時候百感交集嘅地方。呢個苦杯亦都係主耶穌基督喺客西馬尼園所提出嘅兩句說話。路加福音22章42節說，父啊，你若願意，求你將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要成全你的旨意。呢個係反映出以下嘅詩句，詩篇116篇7節，我的心啊，你要復歸安寧，因為耶和華用厚恩待你。呢度反映出主耶穌基督亦係憑住信心知道，當經歷咗死亡之後，佢將會復活。詩篇116篇8節，主啊，你救我的命脫離死亡，使我的眼不再流淚，使我的腳不致跌倒。116章9節，我行在耶和華面前，走在活人之地。當經歷咗死亡之後，佢將會復活。喺客西馬尼園有關苦杯嘅第二句說話係喺約翰福音18章11節，主耶穌被捉拿嘅時候，於是主耶穌對彼得說，收刀入鞘吧，我父給我的杯，我豈可不喝呢？呢個係應驗咗詩篇116篇16節，耶和華啊，我是你的僕人，我是你的僕人，是你使女的兒子，你已經解開我的捆鎖。喺呢度，使女的兒子係延續咗路加福音1章38節，瑪利亞說，我是主的使女，願意照你的話實現在我身上嘅意思。主耶穌基督就係呢個使女的兒子。喺呢度解開我的捆鎖有兩重意義嘅。第一重意義係解開咗詩篇116篇3節，死亡的繩索勒住我，陰間的痛苦抓住我呢個困擾。主耶穌基督因為愛我哋同埋拯救我哋，佢選擇咗順服天父嘅心意，佢唔再選擇逃避死亡同埋陰間，佢毅然面對死亡，所以解開我的捆鎖。喺呢度就係呢個死亡嘅捆鎖對佢已經唔係問題，不再造成困擾。解開我的捆鎖嘅第二重意義就係主耶穌基督佢自己好似羊羔一樣，即將被捆綁起嚟牽到祭壇。解開捆鎖就係羔羊被宰殺之後，解開捆鎖成為祭物被獻上嘅一個行動。我哋留意喺呢篇詩篇116篇之中，救恩之杯嘅意義係非常之重要。我哋再睇馬可福音14章，我哋可以多留意兩個細節。馬可福音14章23節，他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他們都喝了。第一個細節係當門徒大家喝呢個杯嘅時候，加略人猶大係應該已經提早離席出咗去，佢需要把握時間，將祭司長帶到客西馬尼園去捉拿耶穌，所以佢係冇飲呢一個杯嘅。14章24節，耶穌對他們說，這是我立約的血，為許多人流出來的。14章25節，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再喝這葡萄汁，
直到我在神的國裏喝新的那日子。第二個細節係喺呢度，主耶穌基督既然話佢係唔再喝呢個葡萄汁，意思就係話佢飲咗呢個救恩之杯，設立咗聖餐之後，佢並冇飲到第四個杯讚美之杯。而呢度亦都顯明咗佢嘅心意，佢係話呢個第四個杯係留待佢喺神嘅國裏喝新的那日子，係同歷世歷代相信佢嘅人、屬佢嘅人先至一齊去喝嘅。因為主耶穌基督願意為我哋喝咗呢個苦杯，即係憤怒之杯，喺殘酷嘅十字架上面受死，以至於今日我哋能夠係喺每次嘅聖餐上邊喝佢喺逾越節晚餐設立咗聖餐嘅時候所舉起嘅第三杯救恩之杯，就係我哋嘅福杯。並且我哋喺日常生活當中所經歷嘅，我哋嘅福杯係滿溢嘅，並且我哋係得着咗佢所應許嘅盼望，就係喺神嘅國裏邊去喝新嘅讚美之杯嘅嗰個日子。我哋點能夠唔以感恩同埋讚美作為活祭，並且係以與所蒙嘅恩相稱嘅生命同埋生活去回應佢呢？默想祈禱，奉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阿門。